最近疫情渐渐稳定，新竹市特别邀请10位艺术家做伙来展览，其中有真侪作品拢是要提醒大家，要爱珍惜身躯边的宝贵资源。透过艺术家杨树发的镜头，看到台湾宝贵的海岸资源，不论是已经浸在水内底的庙宇，还是废弃的炮垒，想要提醒大家重视当咧渐渐失去的海岸线。透过很漂亮的艺术作品，反过来提醒我们，在所有的经济发展的背后，我们自己对于环境的所造成的一些伤害，那包括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些议题。各艺术家是以收容所的流浪狗做主题，镜头翕的是狗仔，按照死进前的身影，真侪人看了是真唔甘。另外，嘛有利用各地的感测器，透过电脑 AI 的方式，写出美丽的诗词。花了半年多的时间，做了田野的调查，还有文史的考究啊。那也邀请了16位重要的艺术家，透过步行的方式，来重新认识新竹这座城市。这届展览内容对环境的变迁到科技人文，透过另外一种方式，希望大家更加珍惜台湾这片土地。记者刘君和，新竹报道。